光的折射。當光斜射，斜即斜這地照進入水或玻璃時，光的進行方向會被改變，這是折射現象。光的折射使我們產生錯覺，例如把水注放入硬幣的杯子，硬幣看起來像升到水面。陽光的顏色和保護皮膚。當陽光穿透三棱鏡後 prism 嗰個鏡會分散成紅、橙、黃、綠、紫呢個咩字？紫等多個顏色。紫外線是不能看見的，當我們長時間在紫外線下可能會被曬傷。紫外線係要被做好防曬措施。